奇异果啊，奇异果怎么会是猕猴桃呢？奇异果，芦荟，哦，把那个汁液抹在那个叫做奇异果的奇异果的底部，这个是上顶部顶部，先刮一刮呢，然后让它能够涂抹之后有摩擦到，要刮一些皮刮掉一些皮，再涂上那个芦荟，然后再整粒的、整颗的、整粒的埋在培养土里面，没有覆盖哦，露出了。是啊。哟。哦。有。